大家好，今日嚟試玩下呢隻 game，咁有啲離線收益啦，最多係60分，120分鐘，可以進化啦。同埋可以升級下啲武器，有手槍、步槍、散彈槍，仲有醫療，仲有技術、建築物。咁呢度係打怪嘅啦，商店咁仲有啲每週免費禮包，倉庫擴張禮包。仲有呢個倉庫擴張禮包高級版，仲有啲每週卡同埋月卡、終身卡，啲鑽石，仲有啲金幣。咁呢個黑市啦，我哋一定要刷新啦。如果啲啱就可以買啦。扒手，咁要上中下3卷先可以合成。有上卷，交落。要知識20先至可以學習。唔夠金幣升級啦。仲有啲7日簽到嘅福利啦，連續簽到7日可以領取一個特務套裝，仲有個保護手套。生存榜，仲有寵物啦。領取唔到，咁我哋繼續打呢個首領先啦。火車頭，成日打唔贏先。打唔贏，爭20幾%。
咁呢度有個戰鬥力啦，手槍嘅熟練度、步槍嘅熟練度、散彈槍嘅熟練度。下卷我已經有爭出上卷啦。中卷我都有啊。啱啱有支手槍唔記得咗買先，大領落。問埋上卷。金幣唔夠。又唔夠金幣。咁今日條片到呢度先，拜拜。